老朋友們，歡迎嚟到興華風水秘錄。你有冇試過咁嘅經歷？喺某個極度翳焗嘅下晝，你推開家門，明明冷氣都未開，但嗰一瞬間，你腦裏面原本亂成麻嘅煩心事突然斷咗電，一股講唔出嘅清爽感直衝天靈蓋。你以為呢啲只係你嘅錯覺，其實唔係。因為喺環境行為學當中，你嘅鼻哥其實係成間屋最敏感嘅物理探測器。喺2026年馬年呢股極端嘅燥熱波動之下，空間裏面每一個分子嘅顫動都喺度即時反映住你嘅財運走勢。如果你喺屋企捕捉到接下來我要講嘅呢兩種特定嘅味，唔使懷疑，係你屋企嘅磁場算法已經完成咗自動優化，呢個係你居住嘅空間通過嗅覺通路強行修改緊你大腦嘅貧窮預設。只要你聞到呢兩種氣味，就意味着你下半年嘅財富量級已經提前喺物理層面上完成咗入賬確認。我哋先將底層邏輯拆開嚟講清楚，點解氣味會係財富嘅入場券？由人體生物學嘅角度嚟睇，嗅覺係人體所有感官當中唯一一個唔經過大腦皮層邏輯過濾，直接連接邊緣系統嘅感官。大腦嘅邊緣系統係做乜嘢㗎？佢係專門控制你嘅底層情緒、潛意識同本能生存反應嘅區域。咁即係話你屋企嘅氣味每一分每一秒都喺度向你大腦嘅潛意識下達絕對指令。而家正值盛夏，呢個係一年之中氣溫最高、大環境磁場最震盪嘅節點。高溫會導致空間裡面嘅空氣分子運動極度活躍。你仔細諗下，你每日收工推開家門嗰一瞬間，如果你聞到嘅都係廁所坑渠嘅反味、玄關鞋櫃散發出嘅酸臭味，或者係廚房抽油煙機積存多年嘅油膩味，你可能會覺得呢啲只係生活常態，忍一忍就過咗去。但客觀現實係呢種混濁嘅氣體充滿咗負面嘅物理微粒。你每日處於呢種環境當中，你嘅神經系統其實一路處於微弱嘅中毒同壓抑狀態。你帶住呢種處於持續報錯狀態嘅大腦去瞓覺，你嘅身體根本無法進入深度嘅修復期。第二朝早起身，你嘅大腦前額葉，即係負責高級邏輯分析同理性決策嘅區域，係極其遲鈍嘅。你帶住咁樣一粒遲鈍嘅大腦返公司，去面對極度狡猾嘅競爭對手，去處理複雜嘅商業合約，你點可能做出敏銳嘅商業決策？人哋稍微俾你設一個語言陷阱，你就會糊裏糊塗踩入去。人哋稍微激嬲你一下，你就會控制唔住情緒，即時失態。你嘅財運就係俾你屋企呢啲混濁嘅死氣活生生拖垮嘅。調翻轉頭睇，當你嘅環境磁場開始逆轉，當財富能量即係命理學上面講嘅金水之氣開始喺你屋企匯聚嘅時候，空間嘅微循環就會發生根本性嘅改變。呢種改變會通過極其特殊嘅嗅覺信號傳遞俾你。如果你能夠敏銳咁捕捉到並且順勢而為，你嘅命運軌跡就會瞬間偏轉。為咗令你聽得更明白，我哋將人分為熱命人同寒命人。如果你係西歷5月6日到8月8日之間出世嘅熱命人，你本身火氣就重。當你屋企出現呢種代表金水嘅轉運氣味嘅時候，呢種嗅覺信號會瞬間平復你內心嘅焦躁，強行關咗你大腦入面嗰個衝動消費同盲目投資嘅掣。如果你係西歷8月8日到第二年3月6日之間出世嘅寒命人，
呢種氣味會好似一支強心針咁，喚醒你嘅直覺，令你從長期嘅內耗同疲軟當中抽身出嚟，精準捕捉到揾錢嘅信息差，搞明白呢個大前提。我哋而家就嚟深度拆解，究竟係邊兩種味，代表住你屋企嘅財富通道已經被徹底打通咗。第一種味係嗰種極其反常嘅雨後草木清香。我哋首先描述下呢個現象發生嘅具體場景。你屋企明明冇養任何花草植物，你都冇噴過乜嘢空氣清新劑或者香水，外面甚至係連續10幾日嘅大晴天，根本冇落雨，但係就喺你由外面拖住疲憊嘅身體返到屋企，或者朝早啱啱瞓醒拉開窗簾嘅某個瞬間，你嘅鼻腔突然捕捉到一股極其微弱嘅，就好似夏天暴雨之後泥土同青草溝埋一齊嗰種清香味。呢種味唔係嗰啲廉價嘅化學香精味，佢係一種令你聞咗之後由鼻腔一直清透到肺底嘅自然氣息呢。到底係點解呢啲喺風水環境學入面叫做木水相生、負氧躍遷呢？說明你屋企嘅通風系統同氣流走向喺某啲特定磁場嘅引導之下，達到咗一個完美嘅黃金比例。你屋企原本嗰啲藏污納垢嘅死角，嗰啲成年停滯不前嘅濁氣，被一股新鮮充滿生機嘅氣流徹底打通咗。喺物理層面上，呢個係空間內負氧離子濃度喺呢一刻發生咗突然嘅躍遷。呢種氣味絕對唔單止係好聞咁簡單，佢會對你嘅行為產生極其深遠嘅連鎖反應。當你聞到呢股味嘅瞬間，嗅覺神經會將呢個信號直接傳遞給大腦嘅杏仁核，你嘅交感神經會即刻放鬆。你原本因為日頭工作壓力大而繃緊嘅膊頭，會不由自主咁鬆弛落嚟。你嘅呼吸會由短促嘅胸式呼吸，自然咁過渡到深長嘅腹式呼吸，帶住呢種放鬆嘅神經狀態瞓覺。你嘅睡眠質量會發生質嘅飛躍，你嘅大腦終於可以進行一次深度嘅碎片清理。第二日你就係再返公司嗰件事嘅走向就會完全唔同。假設喺平時嘅週會上面，一個鍾意推卸責任嘅同事又要將隻鑊卸俾你，如果係以前嗰個俾濁氣包圍嘅狀態下，你嘅心跳會瞬間加速，血液衝上頭頂。你嘅第一反應肯定係拍台同佢大嘈一場，結果往往係問題冇解決，你喺老細心目中嘅形象仲變成咗一個情緒唔穩定嘅搞事分子。但係今日，因為你尋晚嘅大腦得到咗完美嘅重啟，面對佢嘅挑釁，你嘅心率根本冇太大嘅波動，你不單止冇發火，反而大腦極度清晰咁調取出咗之前嘅工作記錄。你用非常平靜客觀嘅語氣，將每一個事件節點同責任劃分講得清清楚楚，並且直接拋出一套補救嘅解決方案。你嘅呢種從容同專業，會令到嗰個想搞你嘅同事瞬間口啞啞。更重要嘅係，坐喺旁邊嘅主管或者大客戶，會把你呢種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嘅氣場睇得清清楚楚，你嘅溝通邏輯變通順咗，對方感受到你嘅專業同靠譜，原本卡住嘅合約就會直接推進，原本輪唔到你嘅升職機會就會落到你頭上。呢個就係一條極其嚴密嘅現實邏輯鏈，氣味改變咗你嘅生理狀態，生理狀態改變咗你嘅情緒決策，而冷靜嘅決策最終為你帶嚟咗貴人嘅賞識。所以
當你聞到呢股無中生有嘅雨後草木清香嘅時候，說明你嘅內耗算法已經被切斷，屬於你嘅人緣財同貴人運已經實打實咁企喺你嘅樓梯口，即刻就要敲門啦。講完第一種味，我哋再睇第二種更加隱秘能量亦更霸道嘅信號，呢個就係冷冽嘅金屬或者乾淨銀仔味。呢種味嘅出現場景非常奇特，喺一個極其翳焗嘅夏日傍晚，你坐喺屋企張梳化上，明明冇開冷氣，但你突然覺得屋企嘅空氣變凍咗。呢種凍唔係溫度計上嘅下降，而係一種體感上嘅乾爽。緊接着你嘅鼻腔會聞到一種極其乾淨、冇任何雜質嘅冷冽味道。如果你要揾一個具體嘅參照物，佢就好似你啱啱由銀行櫃台度攞出嚟嘅一碟嶄新嘅銀紙味，或者係一枚啱啱喺鑄幣廠嗰度壓鑄出嚟，帶住冷酷光澤嘅金屬銀仔嘅味道。由物理同磁場交匯嘅真相嚟睇，夏季本來係火氣主導嘅季節，火嘅本性係黑金嘅。當你屋企喺盛夏出現呢種極其明顯嘅金屬味嘅時候，說明空間裡面嘅燥火已經俾一股更強大嘅力量成功壓制住咗。金水嘅能量開始接管你屋企嘅整體磁場。喺命理學當中，金水代表嘅就係最硬核、最冇感情色彩嘅偏財星同橫財運。空氣當中嘅濕度同令人容易生病嘅霉菌喺呢個磁場之下被抑制到咗最低點。呢種冷冽嘅金屬味係對你大腦決策系統嘅一次強行干預，佢會直接繞過你嘅情緒中樞，刺激你嘅額葉皮層。聞到呢個味之後，你會突然進入一種極其冷酷同極度理智嘅狀態。我哋將呢種狀態代入到具體嘅揾錢場景度，你諗翻下，你係咪有一個借咗你錢好耐嘅朋友，或者一個拖欠尾款嘅客戶？你之前因為顧及所謂嘅面子，或者驚破壞關係，一直唯唯諾諾唔敢去催，只可以自己一個人喺夜晚焦慮。但係喺呢股金屬味嘅刺激之下，你大腦入面嗰啲多餘嘅聖母心同討好型人格會被瞬間封印。你會突然覺得，點解我嘅錢要俾人無償佔用？你會即刻攞起手機，冇任何多餘嘅寒暄，用一種不容置疑、直切要害嘅語氣要求對方即刻還錢。對方喺電話嗰頭感受到你呢種前所未有嘅壓迫感同冷酷氣場，佢原本想用嚟敷衍你嘅藉口根本講唔出口，係最後唯有乖乖將錢打到你嘅戶口度。再例如，你喺出邊遇到咗一個所謂嘅發財機會，人哋俾你畫咗一個極具誘惑力嘅大餅，話你聽掟錢入去即刻就可以翻倍。如果係平時你大腦入面嘅貪婪感一上嚟，你好可能就直接轉賬啦。但喺金屬冷冽磁場嘅保護之下，你望住對方發過嚟嗰啲光鮮亮麗嘅收益截圖，你嘅內心毫無波瀾，你會好似一部冇感情嘅機器咁去反向推導對方嘅邏輯。你會問自己，既然咁賺錢，佢點解唔去貸款自己搞，係都要拉埋你？只要邏輯上有一個微小嘅斷層，你會即刻撤資止損，直接拉黑對方。呢個先至係真正嘅財富思維，排除晒所有俾情緒挾持嘅錯誤選項，剩低嘅就係真金白銀。聞到呢種乾淨嘅金屬味，意味著你已經穿上咗最堅硬嘅財富防彈衣。嗰啲屬於你嘅大額橫財，馬上就會因為你嘅極度理智而順利變現。對於熱命人嚟講，呢種金屬味係救命嘅解藥。
夏天出世嘅人喺呢個階段好容易因為過度自信而擴大投資規模。呢股冷冽嘅氣味會強行切斷你嘅擴張欲，令你將所有資金收攏返嚟，避免咗喺下半年全盤崩潰嘅結局。而對於寒命人嚟講，呢股金屬味就係衝鋒嘅號角。冬天出世嘅人往往前怕狼後怕虎，呢股味會為你注入極其鋒利嘅決斷力。當別人仲喺度猶豫觀望嘅時候，你已經手起刀落，將市場上最肥嗰一忽利潤切咗落嚟。聽完呢兩種味道嘅物理邏輯同商業變現過程，你而家嘅大腦應該非常清醒啦。你肯定會問：如果我屋企而家只有霉味同油煙味，我應該點做先可以將呢兩位財神請入嚟？唔通只能乾等咩？當然唔係真正嘅明白。人從來唔會被動咁等待磁場降臨，而係會用具體嘅物理動作去手動誘導風水嘅改變。我而家就教你3步實操乾貨，呢3步唔需要你使1毫子去買乜嘢吉祥物，只要你今日跟住做，你屋企嘅磁場通道就會被強行打開。第一步，強行清理中宮嘅死氣。你而家企起身，行到你間屋嘅正中間，呢個位置喺風水環境學上叫做中宮，係成間屋氣流交匯同運轉嘅樞紐。喺當前嘅流年飛星盤中，代表疾病、腐敗同破財嘅2顆巨門星，啱啱好飛臨中宮。你仔細檢查下，你屋企呢個位置係咪堆放咗冇用嘅雜物？係咪放咗日日都產生垃圾嘅垃圾桶？或者啱啱好係一個平時根本唔打掃、鋪滿灰塵嘅衞生死角？今日睇完影片，即刻將中宮區域徹底清空。如果嗰度有腐爛嘅廚餘垃圾、發霉嘅舊鞋，或者幾個月冇洗嘅污糟衫，即刻抌咗佢哋。你喺物理上消滅咗細菌同霉菌滋生嘅源頭，你喺磁場上就抌甩咗阻礙你發財嗰條毒刺中宮。如果唔乾淨，氣流喺呢度就會停滯，佢散發出嚟嘅濁氣會直接覆蓋掉任何財富降臨嘅信號，你嘅屋企就會變成一個微型嘅毒氣室。清理中宮就係幫你屋企嘅風水系統做一次徹底嘅殺毒，令成個空間嘅空氣能夠順暢咁流動起嚟。第二步，引動100流水，製造氣流微循環。清理完死氣，我哋就要開始引入活水。今年嘅正西方係100貪狼星嘅方位。呢粒星主管偏財貴人同清透嘅磁場。你揾一隻乾淨嘅透明玻璃杯，斟滿一杯清水，放喺屋企嘅正西位置，千祈唔好冚蓋，就由得佢完全敞開。呢杯水嘅作用非常大。喺呢個炎熱嘅夏天，室內嘅溫度好高，杯裏面嘅水分會不斷咁自然蒸發。呢種微弱嘅蒸發過程會帶走周圍空氣當中嘅部分熱量，從而喺你屋企嘅正西角形成一個非常細微嘅冷熱氣流對流。你係喺度利用最基礎嘅物理學熱力學原理去吸納空間裏面嘅燥熱之氣，人為咁去製造同誘導嗰種雨後草木清香同冷冽金屬嘅微循環氣場。呢杯水就係你用嚟捕捉財富磁場嘅天線。你需要每日觀察呢杯水，如果水變渾濁咗，或者因為蒸發變少咗，就即刻換上新嘅乾淨水，保持呢個方位嘅絕對清透同活躍。第3步，封印口業，停止製造聲波垃圾。呢個係絕大多數人最容易忽視，但亦都最致命嘅一點。
好多人按照網上嘅教程，將屋企打掃得一塵不染，亦都擺咗清水，但就係聞唔到財氣，出去傾業務都依然屢屢碰壁。點解？因為你屋企嘅怨氣味太重啦。你仔細諗翻下，你同你屋企人每日夜晚坐喺客廳度，都喺度傾緊乜嘢？一遇到唔順心嘅事，係咪就開始大聲抱怨老細唔公平，抱怨客戶太挑剔，抱怨呢個社會嘅競爭太激烈，稍微有少少生活習慣上嘅意見不合，係咪就開始互相指責，大聲鬧交，甚至掟嘢？你哋必須要明白一個基本嘅物理常識，聲音係依靠空氣震動嚟傳播嘅。你哋每日喺屋企噴出嗰啲口水沫，以及嗰啲帶住極度憤怒、焦慮同怨恨嘅高分貝負面聲波，會直接將你屋企嘅空氣分子搞到俗不堪。呢種充滿戾氣嘅聲波震盪，會將空氣當中嘅灰塵同微粒重新揚起嚟，將你啱啱通過打掃同擺放清水匯聚起嚟嘅一啲啲金水之氣，瞬間打碎。由今日起喺屋企強行收聲，遇到任何問題，多思考具體嘅解決步驟，少宣泄無用嘅情緒，將嗰啲充滿負能量嘅詞彙由你嘅家庭對話當中徹底剔除出去。如果你覺得實在忍唔住想發火，就直接行入睡房閂埋門，自己一個人安靜10分鐘。你少發一次脾氣，你屋企嘅空氣就安靜1分。你少一句抱怨，你屋企嘅財富磁場就清澈1分。唯有當你哋全家嘅情緒頻率降翻落嚟，空氣唔再被無意義嘅噪音震盪，嗰股冷冽嘅高級財氣先至能夠安安穩穩咁喺你屋企駐紮落嚟，並且逐漸滲透入你嘅呼吸道。所謂嘅命運同財運，從來都唔係天上毫無緣由跌落嚟嘅餡餅，佢本質上就係你對呢個世界做出嘅條件反射嘅總和。當你嘅居住環境亂七八糟，充滿咗聲波、垃圾同異味，你嘅大腦就會一直俾濁氣包圍。你做出嘅每一個商業決定，每一次人際溝通，都係喺度俾自己挖坑。而當你通過清理中宮、佈置清水、封印口業，將你屋企嘅氣味調理啱咗，你嘅大腦狀態就完全啱咗。你帶住一個極度清醒、極度理智嘅大腦去商海嗰度博弈，去面對嗰啲刁鑽嘅客戶同複雜嘅項目。你賺走嗰啲仲俾情緒挾持、大腦處於缺氧狀態嘅人嘅錢呢，根本唔係乜嘢虛無縹緲嘅運氣，呢個就係實打實嘅降維打擊。而家嘅風向已經變咗啦，隨住盛夏走向尾聲，下半年嘅財富分配規則已經被重新改寫。如果你喺大環境當中依然固執咁保持住以前嗰種混亂嘅生活習慣，你嘅生存空間只會被無限壓縮。我今日教你嘅呢啲底層邏輯，係用嚟暴力破解貧窮宿命嘅硬核手段。喺其他地方，冇人會將風水同大腦決策嘅關係剖析得咁直白。我強烈建議你而家就將呢條片轉發俾你身邊嗰啲屋企成日亂糟糟，每日都喺度抱怨大環境，遇到事情只會無意義內耗嘅朋友。你唔好覺得呢，只係一次隨手嘅分享呢，其實係喺度進行一次極其重要嘅社會風水優化。你仔細諗下，當你身邊嘅朋友、你嘅合作夥伴，甚至係你嘅屋企人都因為聽明咗呢套邏輯，開始清理環境，變得情緒穩定、邏輯清晰咗，你再去同佢哋溝通合作，你嘅生存阻力同溝通成本係咪自然就大幅度消失咗，令身邊嘅人變聰明，唔再製造情緒垃圾？
其實就係喺度為你自己鋪平道路。當你優化咗你周圍嘅人際磁場，你自己嘅前進速度就會成倍增加。呢個先至係最高級、最聰明嘅自救方式。如果你已經做好咗準備，要同嗰個混亂低效、容易被感性誤視嘅舊自我徹底切割，而家即刻點讚訂閱，並喺評論區打低財氣入屋呢4個字。呢個唔單止係為咗互動，仲係喺度宣告，由今日起，我唔允許任何負面嘅信號嚟干擾我嘅財富通道。如果你聽完今日嘅內容都係未搞清楚你出世嘅月份，喺嚟緊嘅財富洗牌當中，究竟係應該強行進攻，定係應該步步為營？唔知道你目前嘅家宅方位到底仲收埋咗邊啲令你破財嘅隱患？請喺評論區留低你嘅出世月份同生肖，我會為你逐一拆解，幫你揾出嗰條阻力最細嘅變現路徑。我哋下期見。